姚柏良議員。多謝主席，亦都非常多謝司長好細心聆聽我哋嘅意見。我就住兩方面有一啲意見想表達嘅。一方面就係我都先申報我係機管局嘅成員。咁就住我哋鞏固航空樞紐地位呢方面呢，都想提一提司長。其實琴日就正式公布咗我哋機場2025年呢個客流量去恢復到6100萬。咁當然都睇到一個穩步回升嘅一個咁嘅勢頭係好可喜嘅。不過咧，大家都要清楚認識到，其實而家我哋機場，我哋嘅容量係去到1.2億嘅。呢度仲有一半嘅容量可以能夠用嘅。咁所以呢度點樣去能夠進一步去推動我哋航空業嘅復甦，同埋咧鞏固航空樞紐嘅地位咧？呢度都希望政府喺政策上面或者甚至財政上咧都要做啲功夫嘅。因為大家睇到旅客嘅入境旅客嘅增加咧，係取決於大交通，尤其是海外旅客。咁所以點樣去提供一啲嘅資源，有啲嘅誘因去推動本地又好，外地嘅航空公司又好，去增加新嘅航點，增加多啲航班，令到嘅票價可以能夠即係更加合理啲嘅時候，咁呢個就自然會帶動到好多海外旅客嚟香港。所以呢度呢，即係希望政府能夠諗一諗去做啲嘢，咁令到我哋香港航空樞紐嘅地位咧可以能進一步嘅鞏固。咁呢度係第一點。第二點就係話我呢度都係好關注點樣去刺激本地消費嘅。咁其實當然大家知道遊客嘅消費喺香港係佔嘅嗰個作用係始終係即係最多都係1/3江山嘅啫。咁但係就本地消費嘅刺激咧係非常之重要。所以我都希望政府可唔可以諗諗咧，即係可唔可以透過我哋其實區議會都有個提振地區經濟專責小組啦。咁其實就會唔會透過呢個機制可以能夠適當撥款去俾18區嘅區議會呢個工作小組，可以能夠推動一啲嘅即係本地深度遊嘅一啲嘅活動去推展，令到咧係可以能夠透過地區嘅特色嘅活動，可以能夠帶動本地嘅消費，俾到居民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提升個凝聚力啦，了解多啲我哋香港最新嘅啲本地遊嘅發展。多謝主席。司長。多謝主席。多謝姚柏良議員。姚柏良議員，個航空樞紐，香港國際航空樞紐嘅地位，我哋必須鞏固嘅。同時間呢，大家都知道要規劃呢個航空樞紐嘅發展、機場嘅發展係需要時間。咁所以呢，你見到我哋早幾年呢就籌謀起第3條跑道，呢個呢亦都係因應我哋航空發展嘅需要。但係同時間呢，喺過去呢幾年呢，個外圍環境個地緣政治起咗好深刻嘅變化，以至到呢就係有段時間喺外邊啲外媒一路抹黑香港嘅時候呢，影響咗一啲歐美旅客嚟港嘅一啲恢復嘅情況。咁喺呢方面呢，就我哋幾方面做嘅。一方面呢，繼續向外通過旅遊界、通過商界同埋其他嘅界別説好香港故事，介紹香港嘅情況。另外一方面呢，辦多啲盛事、唔同嘅活動，吸引更加多人嚟。因為嚟得到呢，我哋嘅經驗見到，佢只要嚟到睇過，佢就知道其實香港同佢喺外邊睇媒體報導非常之唔同，係非常之有活力好樂意嚟嘅。咁呢方面嘅工作我哋繼續做嘅。嗰個航空公司、航空樞紐嗰度呢，如果大家飛出去嘅時候，都可能覺得最近我哋自己本土航空公司啲價錢都唔平。個原因係咩原因呢？就係其實以我哋自己本身嘅航空公司呢，個運力呢已經相當去到90%甚至去到頂㗎啦。我哋目前嚟講比較辛苦嘅呢，就係要一啲境外嘅航空公司 long haul， 即係長途飛過嚟。咁呢，就佢有部分呢，因為剛才所講地緣政治嘅原因，佢嗰邊嚟嘅客個量少咗。另外一方面呢，就係因為俄烏戰爭嘅問題呢，佢要飛嘅時候呢，佢要冇以前咁直接啊，要避過某一啲領空，咁令到佢航運費就貴咗。咁嘅時候呢，佢一計數落嚟呢，就變咗計唔掂數。咁喺呢段時間裏面呢，就通過香港機場管理局，其實我哋俾一啲境外嘅航空公司係有一啲補貼嘅，就鼓勵佢飛過嚟嘅。但係呢個呢，需要時間呢，就係因為個地緣政治種種原因，需要時間會再恢復。但係吸引更加多佢哋嚟呢，係我哋非常之想做嘅。第二點呢，就係我哋去佈局，譬如香港航空公司飛出去，
以至到鼓勵佢哋出嚟嘅翻嚟咧嚟呢度咧，都要講重點嘅嚇。邊啲係我哋嘅重點市場？咁啊初步嚟講咧，就除咗傳統嘅歐美，我哋係比較集中精力咧，希望係隨住我哋國家發展戰略，換句話講，一帶一路、全球南方呢啲係我哋比較優先做嘅，就從呢方面咧去推動。至於旅客消費嗰度咧，你講得好啱嘅，我絕對贊成咧，就係其實本地係我哋香港人嘅消費，對於我零售市道、對於我餐飲市道係非常之重要。呢個除咗生意之外，更加重要咧就係大家感覺開心啲、happy 啲，都係重要嘅。咁因此咧就係地區點樣可以盤活我哋區區唔同嘅特色。唔好講淨係旅客，就係我哋自己香港人週末同埋屋企人想周圍行下睇下食下嘢，有更加多嘅選擇，更加多嘅知道邊啲地方好玩好食。咁呢個我哋會同意，亦都積極會諗。